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起片啊。每过1个月到3个月都爱换新，因为咱的喙孔有真侪细菌，而且起片啊，各拢是放伫咧淡湿的下茎啊内底，所以真会生炭着细菌。讲用过3礼拜的起片啊，比马桶还搁较垃圾。用3年的电动起片啊，外表看起来拢真正常，要过你看一个针卡什么物件？好恶哦！那什么？挖出来这个黄的物件，唔知是喙齿象，还是齿膏。其实美国有研究，一支起片啊用3礼拜以后，起片啊头有可能就存在几百万只的细菌，比马桶搁较垃圾。医生建议讲，平均1个月至3个月爱换新。刷完牙没有把它洗干净，然后你又让它湿湿的泡在那边，那当然是有可能会滋生很多细菌。牙刷刷毛比较靠近根部的地方，如果觉得说，它的颜色跟尾端的颜色不太一样的时候，就可以考虑给它换掉了这样子。或者是你觉得，刷毛稀疏程度不太一样，好，它的尾端已经变不整齐了。医生讲，起片啊内面的细菌包括葡萄球菌、链球菌、大肠菌等等。若是用垃圾的起片啊，喙孔若是有破孔，还是免疫力无好的时，可能会引发败血症等等的感染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起片啊一定要记住定期爱换，唔通让这个小动作引发健康的危机。